哦，这个满5000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大佛仙网络大学资源推荐，大佛仙网络大学分享01，拿到5000哦，就没有办法再加入播放清单。储存无法储存那个操作，所以要新增，在媒体库里面看到新增播放清单，按继续，私人填选选公开，按下去公开，右边有一个像英文小写字母 R，不一，按下去有选项，选公开，然后在标题那边按一下打字。那样办了。信件内容的部分才能够念朗读要朗读你去看要全选长按，按右边3个点来按全部选取，这样他才知道要念哪里然后要朗读有没有？要看到朗读朗读按下去，朗读到佛仙网络大学资源分享02，因为桌上型电脑网页只能显示到第200项，满5000项就无法再加入清单。网页链接到佛仙网络大学资源推荐2022年11月起，因为桌上型电脑网页只能显示到第200项，满5000项就无法再加入清单。一个是看影片的网页，一个是工作室的网页。工作室里面操作加入播放清单。如果是已经拿到5000项了，就没有办法再加入。操作过程无法储存。可以把它复制，然后贴到那个社群，自己频道的社群。